我哋而家去緊邊啊？石礦場咯。各位工友，我叫關兆成，而家66歲。以前咧就喺個石礦場做呢個碎石嘅工作嘅。講起石礦場，大家或者只會諗起鯉魚門石礦場對出嗰片芒草，每逢假日就會有好多人去打卡，順便睇埋日落。依家全港淨係得返屯門藍地嘅石礦場仲運作緊，但返去20世紀初，全港最高峰嘅時候係有成過百個石礦場生產並出口成千上萬噸嘅石磚。今集嘅主角成哥就係喺石礦場做咗超過40年。當時咧，我係原本做開紗廠嘅，咁後尾咧又轉咗去做學電器。咁後尾我個姐夫咧就問我識唔識用手錘鏟啊嗰啲工序，咁我話識，咁佢就介紹咗我入去石礦場度做。石礦業有唔同嘅崗位，上集嘅主角吳衛森就係負責最前線，同爆破師傅合作喺礦場採收原石，收集返嚟嘅原石要運到工廠加工，而成哥就係負責呢個步驟。我哋工廠咧有幾條生產線嘅。首先咧有一部嘅大機，就將啲石咧打碎到我哋認為適合，好似 A4 紙咁大嘅石，然後經過嗰5條生產線咧，將佢做成一啲嘅碎石，再經過啲篩網去篩分出嚟嗰啲石料，銷售出去。我哋嘅目的要求咧就係要做8000噸。不停咁運作嘅，嗰度有3層嘅篩網嘅，係有唔同嘅尺寸去篩分唔同嘅石料，送落個運輸帶送出去嘅。最頂層呢，我哋係大約叫做6分啦，中間係3分，最底層呢就係5mm，即係石粉網。因為石粉呢就係最貴嘅，所以呢亦都要最幼嘅。聽成哥嘅分享，打磨出嚟嘅石粉係最值錢嘅。1升嘅石粉喺當年大概可以賣成1000蚊，比起其他石仔講緊1升賣300-400蚊多成倍。不過長期接觸打磨嘅石粉，最終就令到成哥不幸患上肺塵病。嗰陣時咧，工廠都要求我哋係灑水嘅，但係因為灑水過程中咧，會係令到啲石料係濕啊，就會黐住嗰啲嘅篩網啊，出唔到嗰個咁幼嘅石粉出去。嗰陣時我哋就係貪方便咯，所以就冇灑水咯。喺嗰個碎石過程中咧，就係會產生好大量嘅石粉咯。因為嗰陣時咧係做環保咧，嗰個廠房咧係要密封嘅，變咗呢啲塵咧係充斥晒成個廠房。咁我哋入去做嘢咧，嗰個溫度咧係好高嘅。咁個口罩濕咗咧，有時會難免咧就係要除出嚟透氣啊，或者換個第二個口罩咁咯。可能喺呢個期間咧係吸入咗個粉塵咯。我之前咧就係喺安德臣石礦場度做嘅。咁2017年嘅時候咧，因為石礦場咧要交翻俾政府，咁我咧就去咗公司旗下嘅磚廠度工作。公司咧就安排我再去一個化驗所度驗身，咁咧從而發現咗我係確診肺塵病。肺塵病係由於患者不斷吸入有害塵埃而導致肺部纖維化，病徵包括呼吸急促、咳嗽、胸悶等等。成哥話：而家行樓梯嘅時候好容易氣喘，但好彩病情唔算嚴重。5年前佢正式退休，而家得閒就會去肺積塵互助會做運動，希望可以穩定病情。退咗休之後呢，每日行下公園啊，睇下報紙啊，跑下馬咁咯。好多謝基金委員會每個月呢有一個定額嘅補償俾我，令到我生活呢就唔使咁拮據咯。最後都想同各位工友講，開工呢記得唔好貪方便，戴好口罩，要做定期嘅身體檢查，記得灑水防塵，減少吸入嗰個肺塵。為咗自己同屋企人唔好患上肺塵病啊！而家肺塵埃沉着病補償基金委員會為建造業工友提供免費嘅胸肺檢查服務，仲有資助中小企購買減塵工具，例如有集塵裝置嘅割磨機同其他工具。想知多啲就記得上基金委員會嘅網頁或者致電查詢啦。